佛法幫你停止內耗，找回平靜。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個話題，相信100%觸動每一個人嘅內心。無論你係幾多歲，無論你生活順境定係逆境，無論你依家單身有家庭，在職場打拼，你一定試過一種狀態，身體明明好攰，想休息，但個腦停唔到。明明件事已經過去好耐，幾個月甚至幾年嘅往事，依然不斷重複響你腦海浮現。明明冇人鬧你，冇人傷你，但你自己內心不斷掙扎，不斷糾結，不斷自我懷疑。呢種狀態就係現代人最痛苦、最普遍，亦都最容易被忽視嘅問題。長期內耗，好多人以為人生嘅痛苦係來自人哋傷害你、命運虧待你、生活壓力太大，但其實真正拖垮你、耗盡你福氣，令你越活越攰、越活越無力嘅，從來都唔係外在嘅人和事，而係你自己從來唔願意放下嘅執着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哋就用最樸實、最貼地、最普通人聽得明嘅佛法智慧，徹底講清楚點解我哋會長期內耗，點解往事明明過去，我哋依然耿耿於懷。所謂嘅執着，究竟困住我哋嘅係人係事，定係我哋自己嘅心念？最後我會同大家分享幾個可以即刻用、日日練、人人適合嘅方法，真正從根結度放下執着，停止內耗，令自己嘅心變得輕鬆、平靜、自在。首先問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，大家可以靜心問下自己，你有冇好多時候，人哋早已經忘記咗當年嘅事，早已經過好自己嘅新生活，早已經放下咗恩怨得失，但偏偏剩低你一個人，死死咬住回憶唔放。你有冇試過夜晚瞓覺嘅時候，閉上眼，腦海自動重播從前嘅委屈、從前嘅失望、從前被人辜負、被人欺騙、被人忽略嘅畫面？你有冇試過一件小事明明已經過去，但你反覆思考、反覆琢磨、反覆回想，如果當初我唔係咁做，如果當初佢唔係咁對我，如果當初一切唔一樣，而家會唔會更好？如果你有以上呢啲狀態，你唔係特殊，你只係千千萬萬普通人之中被執着綁住嘅其中一個。而佛法最通透、最真實嘅一句話就係：世間所有痛苦皆源於執着，世間所有內耗皆源於不肯放下。好多人聽到執着呢兩個字，以為係好高深、好抽象嘅佛學名詞，以為只有修行先需要戒執着。其實完全唔係，執着從來都唔係好難明嘅嘢。執着就係你日常生活入面每一次嘅放唔低，每一次嘅不甘心，每一次嘅耿耿於懷，每一次嘅不願接受。你放唔低一段已經結束嘅感情係執着，你放唔低別人曾經對你嘅傷害係執着，你放唔低自己過去嘅錯失同遺憾係執着，你放唔低心中嘅不甘心、唔服氣、唔滿意都係執着。而所有嘅執着最後都會化成兩個字，就係內耗。何謂內耗？內耗就係外在嘅傷害早已經結束，但你內心不斷重複傷害自己一次又一次。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真相，傷害你嘅從來唔係往事，而係你不斷重溫往事嘅心念。一件事發生咗就係過去，本來隨住時間會自然消散，自然過去，自然淡化。但係因為你唔願意放下，你不斷回想，不斷回味，不斷糾結，所以先至令一件早已經過去嘅事變成日日折磨你嘅牢籠。好多人好無知，成日覺得我唔放下係因為我記仇，係因為我有原則，係因為我唔可以就咁算數。其實佛法話俾我哋知，唔放下從來都唔係懲罰別人，只係囚禁自己。你咬住從前嘅傷害唔放，對方可能早就忘記咗，早就過上安穩快樂嘅日子，完全唔會因為你嘅痛苦、你嘅糾結、你嘅內耗有半分難受。最後日日失眠、日日煩躁、日日心情低落、日日消耗元氣嘅，剩低你自己一個。呢個就係世間最唔抵、最虧本嘅買賣，用別人嘅錯來懲罰自己一世。我哋身邊其實好多普通人都被困喺呢種無意義嘅內耗入面。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真實、好貼地嘅現代小故事，可能有人聽完都會見到自己嘅影子。曾經有一位聽眾姐姐，年過40，為人善良，做事盡心，對身邊人從來都真心相待。
幾年前佢同最好嘅閨蜜一齊合資做小生意，兩個人從細做起，日日落力打拼。呢位姐姐一直好信任對方，所有賬目、所有決定都係兩個人商量，從來冇半分防備。當時佢心入面一直執住一個念頭：我真心對人，人一定會真心對我。我全心付出，一定可以換來長久嘅情誼同收成。可惜世事往往不如人願，生意慢慢穩定，開始有盈利嘅時候，呢位閨蜜因為私心暗中攞走資金，私自改動賬目，最後仲反咬一口，將所有問題推晒落呢位姐姐身上，兩個人徹底決裂，多年友情一朝毀滅，生意亦都被迫結束。呢位姐姐仲白白虧損咗好多積蓄。件事過去之後，閨蜜好快就放下咗，重新過自己嘅生活，從來冇為自己嘅過錯內疚過。但呢位姐姐足足內耗咗3年，3年入面，佢日日夜晚瞓唔着，閉眼就諗起當初一齊打拼嘅畫面，諗起自己嘅真心換來背叛，諗起自己嘅辛苦付之東流。佢反覆糾結，點解我咁真心會被人欺騙？點解人性可以咁自私？點解善良嘅人要受委屈？佢唔係仲想挽回段關係，亦都唔係仲貪圖生意嘅利潤，佢就係過唔到自己心裏關，死死咬住呢份不甘，呢份委屈唔放。久而久之，長期內耗令佢氣色變差，體質變弱，脾氣變得暴躁，對身邊所有人都失去信任，唔敢再交心，唔敢再付出，日日活喺陰霾同猜忌之中。其實大家冷靜諗下，3年時間，傷害佢嘅閨蜜早已經逍遙自在，唯有佢自己用對方嘅錯折磨咗自己3年光陰，消耗咗自己嘅健康同福氣。呢啲就係絕大多數人內耗嘅真相。困住你嘅從來唔係嗰件事、嗰個人，而係你心中唔願意消散嘅執念。好多人一生都好似呢位姐姐一樣，輸唔係輸俾人，亦都唔係輸俾命，而係輸俾自己嘅放唔低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一定會問，其實我都想放下，我都唔想內耗，但我真係做唔到，我控制唔到自己個腦，總係不由自主諗起從前嘅事、從前嘅傷痛、從前嘅遺憾。究竟點解我哋會咁難放下？點解普通人極容易陷入長期內耗？今日我哋就用佛法嘅角度拆解3個最根本嘅原因。只要你聽明白呢3個真相，你嘅內耗起碼減少一半。第一個原因，我哋搞錯咗珍惜同執着嘅分別。好多人一生痛苦，就係將執着當成珍惜。我哋成日覺得我唔放下係因為我重情，係因為我念舊，係因為我真心付出過。如果我輕易放下，就代表我無情無義，代表我從前嘅一切都毫無意義。呢個係絕大多數人最大嘅誤解。今日我哋徹底分清楚，珍惜係心存感恩，坦然接受；執着係死死糾結，不肯面對。真正嘅珍惜係懂得感恩曾經嘅遇見，感恩曾經嘅擁有，亦感恩每一段經歷帶嚟嘅成長。無論結局係好係壞，我都願意接受一切，然後好好前行。呢個就叫珍惜。執着係乜？就係事情已經過去，結局已定，無法挽回，你卻仍然拒絕接受現實，心裏不斷幻想能否重來，能否改變，能否回到最初，抗拒無常，抗拒變化，抗拒遺憾。珍惜係向前走，執着係留響原地。珍惜係成就自己，執着係折磨自己。所以佛法先話，執着唔係心情，係一種無明嘅束縛。你以為你係重情，其實你只係唔願意接受世事無常，唔願意接受得失變化，唔願意接受人生本來就充滿遺憾嘅真相。第二個導致長期內耗嘅根本原因，我哋執着嘅從來唔係事，而係我以為嘅結果。好多人放唔低往事，唔係因為件事本身有幾可怕，有幾痛苦，而係現實嘅結局同你心中期待嘅結局完全唔一樣。你真心待人，你以為會換來真心相待，結果被人辜負，你唔甘心，所以放唔低。你盡心盡力付出，你以為會有回報，結果一無所有，你唔服氣，所以放唔低。你真心珍惜一段關係，一段緣分，
你以為可以天長地久，結果匆匆離開，你好遺憾，所以放唔低。大家發現未？你所有嘅痛苦都唔係來自事情本身，而係來自你嘅期待落空。佛法有一句極其通透嘅智慧：世間一切煩惱皆源於期待，一切痛苦皆源於執着自己認為應該嘅樣子。我哋一生人之所以不斷內耗，就係我哋成日覺得人心應該換人心，付出應該有回報，善良應該被善待，真心應該被珍惜。但世事嘅真相從來都唔係應該，而係因緣。佛經講：萬法因緣生，萬法因緣滅。世間嘅相遇與分離，得到與失去，傷害與挫折，從來唔係偶然，亦唔係針對你一個人，只係因緣聚散嘅自然規律。有緣就聚，無緣就散。因緣具足就得到，因緣消散就失去。過去嘅業力、當下嘅心念、外在嘅環境，共同組成咗你今日遇到嘅所有事。當你仲執着點解會係我，點解對我咁唔公平，點解付出冇回報嘅時候，你就會陷入無盡嘅內耗。但當你明白一切都係因緣，一切都係無常，一切都只係暫時嘅顯現，你就會瞬間釋然。唔係你唔夠好，亦都唔係你做錯咗乜嘢，只係緣來則聚，緣去則散。接受因緣就係放下執着嘅第一步。第三個，導致長期內耗、放唔低往事嘅核心原因，我哋一直活響過去嘅記憶，唔願意活響當下嘅真實。大家認真諗一諗，你而家覺得痛苦、覺得難受、覺得耿耿於懷嘅所有往事，其實已經完全不存在。過去嘅一分一秒，過去嘅傷害，過去嘅委屈，過去嘅失望，早已經消失於時間之中，係物理世界入面已經徹底冇咗痕跡。唯獨依然存在嘅，只係你腦海入面嘅記憶，只係你內心唔願意放下嘅執念。換句話講，折磨你嘅唔係過去，而係你腦海入面不斷重播嘅過去。好多人日日內耗，就係成日活響回憶入面，唔願意活在當下。瞓覺諗從前，行街諗從前，靜落嚟就陷入往事，永遠唔肯好好感受今日嘅生活，珍惜今日嘅平安，把握今日嘅因緣。佛法講當下即時，修行嘅核心就係活在當下。過去已滅，未來未生，世間唯一真實嘅只有此時此刻。你執着過去，就會被過去綁住；你憂慮未來，就會為未來恐懼。唯有安住當下，先可以得到真正嘅自在。講到呢度，我再同大家分享一個經典嘅禪宗小故事，好簡單，但徹底道盡執着往事、自我內耗嘅真相。好多禪師都用呢個故事點悟世人。從前有一位年輕嘅修行人，每日打坐靜修，但無論點樣靜心，個心永遠都唔清靜，腦海日日重複過去嘅往事，曾經嘅錯失，曾經被人羞辱嘅經歷，曾經求而不得嘅遺憾。佢日日陷入糾結，越修越煩，越靜越亂，長期內耗，身心俱疲。於是佢去拜見老禪師，懇求師父指點迷津。師父，我日日修行，日日靜坐，點解我永遠放唔低過去？心始終無法安靜。老禪師冇直接講大道理，只係叫小徒弟拎住一個空杯，然後慢慢將滾燙嘅熱水倒入杯入面。熱水越倒越滿，慢慢溢出杯邊，滾燙嘅熱水即刻燙到小徒弟嘅手。小徒弟痛得大叫一聲，下意識即刻鬆手，水杯啪一聲跌落地，水灑一地，杯亦都碎開。呢個時候，老禪師先至溫和開口：痛到極點，自然就會放下。你之所以死死咬住往事唔放，不斷自我內耗，只係因為你仲願意承受呢份痛苦，仲唔願意放過自己。過去嘅恩怨，舊日嘅傷痛，就好似呢杯滾燙嘅熱水，杯已經滿咗，熱水已經灼傷你，你仲唔放手，只會不斷被灼傷，不斷消耗自己。所有嘅內耗都係你自願緊握嘅結果，所有嘅痛苦都係你不願鬆手嘅代價。隨後老禪師繼續點悟：世事如流水，過去如落塵，已經流走嘅水你捉唔住，已經落地嘅灰你執唔返，死死揸住已經過去嘅虛幻，錯過眼前嘅清風，眼前嘅陽光，眼前嘅安穩，
係世間最愚蠢嘅事。小徒弟聽完當場頓悟，其實我哋每一個陷入內耗嘅人都同呢位從前嘅小徒弟一樣，我哋明知回憶會刺痛，明知執着會消耗，明知耿耿於懷只會令心靈受苦，但依然緊握不放，反覆回味，困於執念。從呢個禪宗故事，我哋可以明白一個最樸實嘅道理：放下從來都唔係失去，而係解脫；唔係忘記，而係不再被綁架。聽完兩個故事，拆解完內耗嘅根源，好多朋友一定會話：我明白呢啲道理，我都知執着唔好，內耗傷身，但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個腦，一靜落嚟就亂諗，一諗起往事就難受。究竟普通人冇深厚修行基礎，唔識複雜打坐，唔識高深義理，點樣先可以真正放下執着，停止內耗？接下嚟我哋就分享4個人人學得識，日日用得着，簡單樸實嘅佛法放下方法。唔需要食齋，唔需要誦經，唔需要複雜儀式，只要你願意練，一定可以慢慢走出內耗。第一個方法，學會如實觀照，唔好再同往事對抗。好多人內耗係因為一直抗拒回憶，壓抑情緒。每當腦海彈出從前嘅傷心事、遺憾事，你第一反應就係唔好諗，唔好記，快啲忘記。呢件事已經過去，唔可以再諗。你越壓抑，越抗拒，越強迫自己唔好諗，個念頭就越頑固，越反覆出現。呢個就係心理同佛法共同嘅真相。你越抗拒嘅嘢，越會纏住你；你越接納嘅嘢，越會自然消散。所以真正放下嘅第一步，唔係強迫自己忘記，而係坦然看見，坦然接受。以後當你又陷入內耗，又諗起往事嘅時候，唔好掙扎，唔好抗拒，靜靜坐低，深呼吸，溫柔，同自己講一句：我而家又開始執着咗，我又開始糾結往事咗，冇所謂，任由佢出現，我唔驚，唔抗拒。你只需要靜靜觀察呢個念頭，呢種難受嘅情緒，睇住佢升起，睇住佢停留，最後睇住佢慢慢消散。佛法講，一切念頭皆為虛幻，皆為無常。所有令你痛苦嘅執念都唔係真實，只係暫時飄過嘅心念。你唔捉住佢，唔去放大佢，唔去同佢對抗，佢自然就會慢慢消失。大部分人之所以內耗，係因為一念頭升起就即刻跟住個念頭走，不斷重播，不斷放大痛苦。而修行就係念頭歸念頭，你歸你。念頭飄過，你只係旁觀者，唔參與，唔執着，唔糾結。久而久之，你就會發現往事再彈出，你嘅心已經唔再波動。呢個就係真正嘅放下。第二個放下執着，停止內耗嘅方法，看透無常，接受人生本來就有遺憾。佛經入面最基礎、最核心、最能夠救贖人心嘅2個字，就係無常。所謂無常，就係世間一切都會變，一切都留唔住，一切都冇永恆。有相聚就一定有分離，有得到就一定有失去，有順境就一定有逆境，有圓滿就一定有遺憾。呢個唔係命運不公，呢個係宇宙萬物嘅自然規律，冇任何人可以例外。佛陀一生講法，只為教會世人一件事：接受無常，先可以遠離痛苦。好多人長期內耗，就係一生都追求完美，追求不變，追求所有付出都有回報，追求所有遇見都可以長久。但當現實不如所願，當出現遺憾、出現失去、出現傷害，我哋就頂唔順，接受唔到，於是陷入長期執着。今日我哋要徹底醒覺，遺憾唔係人生嘅意外，遺憾係人生嘅常態。世間冇絕對圓滿嘅人生，亦都冇完全無遺憾嘅經歷。有人陪伴就會有孤獨，有輝煌就會有低谷，有真心就會有背叛，有得到就必然有錯過。當你體會到世事無常，就不再執着點解我咁不幸，看透人生變幻，你自然能接受得失聚散，明白緣起緣滅，你就會懂得能夠平安健康安然度日，已經係最大嘅福氣。當你坦然接受人生遺憾，內耗自然消散大半。
第三個超實用方法，停止自我對抗，學會與自己和解。好多人嘅痛苦唔止因為放唔低他人，而係唔放過自己。我哋常常折磨自己，反覆責備過去。如果我勤力啲就好，如果我唔衝動就好，如果我珍惜多啲就好。但佛法提醒我哋，最大嘅慈悲係先對自己慈悲。過去嘅你只能憑當時嘅眼界同心智去作出當時嘅抉擇，錯誤同不足都係當時能力之內嘅必然結果。你已經盡力而為，無需再怪責自己。原諒別人係修行，原諒自己係解脫。好好同過去嘅自己講一句：辛苦你啦，我理解你當時嘅無助與迷茫，我原諒你，放過你，不再糾結。當你真正同自己和解，80%嘅內耗會瞬間消失。第四個方法，轉念修行，將執着化為成長，將內耗化為福報。世間所有經歷，無論好壞，都係成就心性嘅磨練。佛法有言：一切逆境皆為助道，一切煩惱皆為菩提。曾經嘅傷害令你更堅強，曾經嘅遺憾提醒你珍惜，曾經嘅不如意幫你消業積福。普通人看往事只見痛苦，修行者看往事能見成長同覺悟。當你仍執着我受傷害、不公平、好可憐，痛苦就會延續。當你轉念多虧這段經歷，令我看透人心，放下執念，心性提升，你就會瞬間解脫。所有風雨都係為咗令你更強大，所有失去都係為咗令你懂得珍惜，所有委屈都係為咗令你更寬容。痛苦最終都會化為智慧。人生真相，人生最大修行唔係避開痛苦，而係放下執着。少一分執着，心就少一分內耗。放下一念牽掛，便多一份自在。看淡一段得失，便添一份福報。人生短短數十年，轉瞬即逝。100年之後，所有恩怨得失都化為浮雲。唯一能陪伴你嘅係心念、福報同修行。所以從今日開始，唔好再折磨自己，唔好再咬住往事。往事不需重提，舊事不必糾結。過去化為基石，未來自有光明。接受無常，放下執着，原諒他人，和解自己。好好活在當下，修心行善積福。當你真正放下，就會發現最舒服嘅狀態唔係擁有一切，而係放下一切。最自在嘅人生唔係冇煩惱，而係唔再執着煩惱。願每一位讀到呢段文字嘅善友都能走出內耗，放下執着，心無掛礙，日日清靜，時時安樂。阿彌陀佛。